弟兄姊平安，咱的温哥华即个大环境，伫防疫的政策内底，整个的省已经渐渐进入较稳定，也恢复会通倒转来教堂来做实体的礼拜。总是这也是在地国教会家己的安排。今仔日，咱做伙思考一段真要紧的经文，就是记载伫诗篇66篇，要做伙来三思回顾上帝的恩典。这篇诗篇是真典型，属伫集体感恩的诗歌。整个的诗篇66篇，不断邀请人来对上帝献上感恩懊恼。伫整个的诗句内底，咱看见这个邀请，不只限制伫一个小群、一个族群，甚至伫整个的诗句内底，就邀请万民列邦即款的用语。就表示是伫对全民的邀请，对列邦、列国、列族所有受造物邀请来对上帝献上懊恼甲感谢的祭。伫即个困难的处境内底，咱的嘴唇较惯死埋怨的语言，较惯死。真侪怨叹，总是伫即款困境的过程中间，即一年偌久，咱有几摆，咱有甚物时间，特别对上帝献上咱的感恩，带咱感谢的祭来献予咱的上帝。今仔日我会当徛伫即个所在，今仔日我会通伫线顶做伙三角敬拜上。今仔日我还阁有一口气，会通吟诗懊恼，对上帝献上感恩的祈祷，甚至是咱对心中的求讨，也是咱侪的埋怨，咱还阁有一口气，咱就爱对上帝献上感恩，因为咱无因为即摆疫情来丧失咱的生命，咱无因为即摆疫情。拄着过头大的重担，咱无因为最近的疫情，毋是肺炎疫情，我伫遮所讲的是指水火，有真侪所在开始有拄着水灾、风灾、火、山火，真侪人的家园受迫害，咱无拄着，咱就应该献上感恩。亲像诗人伫91篇诗篇91篇有讲着，伫伊的倒手边有几若千人勒落去，伫伊的正手边有几若万人倒落去。咱犹原徛在，你我犹原徛在，你我犹原永永健康。咱有啥物货好埋怨？咱有啥物货未满足？咱敢毋着应该带咱对心中的感恩带到上帝的面头前，即个造物万物的主宰，保护咱的全能者，也搁帮赞咱，带咱秘伫迄个伊的实骨下，互咱无拄着危险的上帝。献上咱满腹的感恩嘛。下面咱就来看这篇诗，诗篇66篇，诗人一见面就安尼讲：全地拢着对上帝出欢喜的声，唱歌懊恼伊的名的荣光，用懊恼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，着对上帝讲：你的所做到遐通惊。因为你的大权能，你的对德要降服你，全地要敬拜你，吟诗懊恼你，
要吟诗学乐你的名。这是第1节到第4节整个的经文，安尼一头，那亲像吟圣诗。你讲第1节嘛好，也是伫主调内底，头前见面就用最最学乐称颂的语言来高举上帝的名，互上帝得到荣光，显明上帝的荣光。所以这段的经文第1节到第3节，就拄亲像咱伫礼拜中间所邀请礼拜一开始的宣调，邀请人来敬拜，也提出对上帝的学乐。伊所讲的出欢喜的声，唱歌学乐，也来显明伊的荣光，也佫讲，这个表达拢是用命令的语气邀请人做伙来献上对上帝学乐甲感恩。然后第4节主要是一款回应，就讲万民啊，全地要敬拜你，吟诗学乐你，要吟学乐你的名，要吟诗学乐你的名。伫遮个表达内底，咱看到真典型是敬拜中间一首真水的诗歌，是一个会晓感恩的人，经验过大风大影的人，伊对心中满腹献上伊深深的感谢，对伊喙唱出满心满喙，会通来吟诗学乐，对上帝的颂赞。这个诗人毋是无经验，这个诗人毋是无拄着艰难困苦，伊确实经验过真多。如果伊代表集体，代表全体，这个信仰群体，代表伊的族群，安尼这个诗人就是伫这个整个的群体内底，捌做伙体验着上帝伫历史上帮赞这个信仰群体，帮赞这个族群，帮赞伊所属的这个族、这个邦国。伫历史上，上帝捌拯救伊。咱看见线接落去第5节，清清楚楚来表明伊所感恩的内容。伊讲：恁着来看上帝所行的事，伊对世间人所做不知通惊。伊邀请人做伙来看，邀请人做伙来体会上帝奇妙的作为。是通惊的。第6节讲，伊将海变做大地，因步行过河。伫遐，阮因为伊来欢喜。伊用伊的权治理，直到永远。伊的目睭监察列邦，背逆的人毋通自高。背逆的人毋通自高。伫遮咱看到，伊伫第5节邀请人做伙来看上帝所行奇妙的事，就是迄个不知通惊的事，人看到就会感觉会惊。亲像第3节，伫遮咱亲像回应第3节，着对上帝讲：你的所做。到遐通惊，你的所做到遐通惊，中文叫做可畏啊，可畏，敬畏，遐通惊。第6节讲上帝所做不知通惊，到底上帝做啥物轰动武林、惊动万教的事啊？果然第6节
就提醒即个信仰群体，因所经验伫历史上上帝所做不止通惊的代志。伫遮讲到啥物话？讲到伊，互海变做大地。伫伊不止通惊的所在内底，就是即个新约上帝的所在，将海变做大地。即句一讲，咱就想到，迄就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红海的经验。然后伊讲，因步行过河，头前是讲海，后壁是讲河。啊，这步行过河是指过红海吗？也是有学者认为，这可能是伫后壁，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的经验。头前，互海变做大地，迄是摩西做领导的时阵，因带百姓经验着过红海。伫遮讲到步行过河，即个河真有可能是指着约旦河。这是另外一个真奇妙的信息。咱较侪兄弟会记日过红海的技术，总是即个过约旦河的技术，咱较生疏。迄就是记载伫约书亚记第3章15节到17节中间有特别讲到，当因到伫约旦河骹一踏入水，迄个约旦河对顶头河水就停落来，就断站去，亲像围做一个堡垒，水就无为下底流。这个技术就是上帝爱约书亚找祭司扛约柜，因踏伫约旦河，骹一踏入水，河水就停去。然后祭司扛这个约柜伫河的中间踏伫迄个所在。迄个约旦河变做大地，以色列百姓就过河，然后全部过了，祭司甲约柜搁上岸，规个河水就继续。这是另外一个信息，伫即个所在所讲到，原来不止通惊的事，确确实实是不止通惊。过红海，真伟大的信息，也搁过约旦河。表示上帝所竞选的路仆，做领袖的摩西甲约书亚，拢有行奇妙的神迹，是上帝吩咐因做，是上帝的大权能点伫因的身躯顶，点伫遮的族群内底。亲像第3节讲，因为你的大权能，你的对敌要降服你。伫遮的大权能内底，咱看到。以色列百姓的对敌就是埃及人，埃及的对兵，确确实实过红海的故事内底，埃及的对兵伫因对落来，也踏入红海，总是当百姓拢上岸了，以色列百姓上岸，摩西的拐举起来，所有的海水佫砍落去，埃及的对兵全部拢抬落去。全部拢灭无一个无死，无一个人无死。上帝拯救临到因，所有遮的对敌，拢要降服伫上帝大权能内底。这段诗句真水，就拄拄亲像诗人伫114篇内底所讲到的，114篇第3节嘛有即款的表达。大海看见就倒走，约旦河也倒流，无论是即款的表达，也是伫遮所讲到，伊将海变做大地，因步行过河。遮的诗人拢真贤，敢若一句话，头尾2段就将2个要紧的信息描写。表达伫即个诗句内底，
若讲到遮，咱有感觉上帝恩典有真伟大，伊的大权能有通惊无？咱即摆拄着 COVID-19， 咱即摆拄着即个肺炎疫情，咱敢无惊？咱敢无亲像诗人所讲的，遐通惊？即个大的瘟疫，即个大型病毒的流行，咱不知通惊。总是伫即个困难内底，伫即个灾难内底，上帝抑阁治理，上帝抑阁保全眷顾伫咱有限的生命内底。所以诗人第7节清楚讲：伊用伊的权治理，直到永远；伊的目睭监察列邦，悖逆的人毋通自高啊！诗人搁一摆提醒：上帝大权能，不知通惊。所以，若是悖逆上帝的人，就爱真注意啊！你毋通自高啊！自高，上帝的权能会临到你的身上。所以提醒警告了后，第8节搁一摆邀请万民。第一句第1节讲全地啊，全地啊，拢着对上帝出欢喜的声，指着所有的受造物，不止干那人，受造物全地啊。然后第8节讲万百姓啊，万百姓，所有的受造的人类啊，万百姓，恁拢着学乐阮的上帝。伫即个所在，若亲像有小可仔差别，就是邀请万百姓、列邦列族的人来做伙学乐以色列百姓所经验到的上帝。对咱来讲，就是邀请万族、万民、万百姓来做伙学乐敬拜咱所敬拜的上帝，咱所敬畏的主耶稣基督。这是一款邀请，也就是要伫列邦、列族、万百姓中间来做见证，邀请人做伙参与伫敬拜的行列内底。会记日，这个敬拜不只是基督徒，这个敬拜不只是以色列百姓上帝所拣选的那点，也佮所有的受造的万百姓，拢爱做伙来学乐敬拜这个造物的上帝。咱即马伫线顶有真大的好处，就是无限制。会通讲，你若会通传会到的所在，对方若是有网络，有遮的工具，会通上线顶来看即个礼拜的 video， 就会通做伙参与伫即个礼拜。所以会记日，咱家己看了，毋通干那看了若定，咱爱传互其他的人，互其他的人有机会参与伫咱的敬拜内底，参与伫咱学乐咱所敬拜的上帝，互因也有机会来理解、来参与，甚至进一步来认捌咱所敬拜的上帝，互因会当进入甲咱相款，深信咱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、赏赐人类有活命的上帝。伫即个邀请了第9节到12节，搁一摆清楚讲起伊的生命拄过的侪款的挑战。第9节甲12节有一个清楚的表达，就是拄着遮的困苦、艰难、危险了后，上帝保全即个诗人的性命，也是保全因的族群、因整个的性命。所以又讲，伊互阮的性命活地。然后12节后壁面讲啥？总是你互阮
到不有的所在，到不有的所在。简单讲，即个诗人甲伊身边的遮个族群、遮个群体，并毋是无拄着困难、挑战重大，试炼有侪侪，总是上帝有缘保存伊的性命，互因还活着，带因到伫不有的所在。即个不有台语安尼翻，互人会感觉误会，袂顺啊，亲像指着好嘢人。所以简单讲，就真直接想到物质顶头好嘢不有。其实即个不有的意思，另外中文的版本叫做丰盛之地、丰富之地。简单讲，迄个是亲像伫迄个迦南地有真水真肥的土地，也是亲像诗篇23篇所讲着，诗人伫遐学了，上帝带伊到伫安静的水边，有青翠的草埔，迄就是不有的土地、不有的所在的一款的描写，一款的景致，就是丰盛、丰富、供应不断。咱看到诗人拄着困难，总是上帝保护，存留伊的性命，也搁互因进入迄个应允的地，进入互因享受即个幸福的所在。咱看到第10节、11节、12节讲到真侪危险。伊讲：上帝啊，你捌试验我、锻炼我。亲像锻炼银一样，你互阮入牢网，硬当当下伫阮的心上。你互人坐车搬过阮的头壳，阮经过水火，总是你互阮到不有的所在。伫遮个诗句内底，咱听甲不止啊，通惊啦！伊牢网就亲像迄长鸟仔的牢网相款，迄牢网是一款的陷阱，互人会跋倒。所以试炼、试探毋是无，总是伫遮个试炼、锻炼的中间，会看到，抑搁伫上帝治理，抑搁是伫上帝的手中。虽然有重担，虽然有苦难，亲像互车搬过阮的头壳。中文所讲到的字，迄个“也”就是交过意思，真恐怖。搬过也是交过，这就是一款真危险的情景，袂像若去互战车交过共款。以早人迄骑马征战，迄个骑马的马车对头甲交落去，搬过，到底什么款情景？诗人拄着什么代志？若亲像咱无法度完全理解，总是即个字眼的表达是真恐怖、真危险，有性命的危险。抑搁经过水火，有水有火，拄则我有讲着，咱即个时阵。这段时间，伫欧洲有大水灾，风台来开始后，真个所在会有水灾，然后抑搁有火，咱讲有火烧山，有大火临到，有真侪人的家园受迫害，真侪人的性命拄着危险。伫即个所在，诗人其实讲到的水火，就是伫以赛亚先知所写的以赛亚书内底43章第2节所记载，伊安尼讲：你对水中经过，我的确甲你三角伫地；你经过江河，水的确无淹捌你；你对火中行过，的确无受烧，火焰也无倒伫你的身上。咱敢若看到遮个形容，就真清楚，无互水甲伊淹去，
无甲伊隐目，咱就了解，这就是红海的经验，就是约旦河的经验。经过火，无互火倒伫伊的身躯顶，这就是先知但以理的经验，敢毋是？咱看到，伫遮的水火无情的灾难内底，上帝所疼的百姓，信靠上帝的人，经过水火，总是上帝带因到伫富有的所在。简单讲，无互因拄着即个危险来丧失性命，抑阁保全因，互因通得到上帝的眷顾。弟兄兄弟，读到遮，咱敢免甲诗人共款献上感恩？虽然有试验，虽然有锻炼，总是即个所在诗人无去埋怨苦难，无去探讨是安怎拄着苦难。伊用感恩的心，大声感谢上帝，互伊会通拄着遮个试炼、锻炼，拄着苦难重担，无至到来丧失，来失去伊的性命，抑阁存留，就应该爱用即口气来吟诗学乐，感谢上帝大恩典。诗人伫困难困境内底学习有缘，会晓感谢。咱知影，伫即摆疫情内底，咱抑阁继续咧思考，是安怎即个世界拄着即个挑战，是人为挑剔所造成的，也是即个大自然中间即个病毒自然的流传。无论如何，咱拄着就爱面对，追究这个责任，伫国际社会抑阁继续咧追查，会找出原因。总是人类社会中间，无论如何，看见气候的变迁遮尔严重，人所参与制造污染的工程，会搁再互人类拄着较大的试炼。因为气候变迁，伫遮个冰伫冰层下底，几若千年、几若万年，拢无透放出来。而遮个病毒，伫气候变化了后，伫冰拢扬去啊，冰山拢变做水啊，变做海洋啊。咱看到，伫即个冰山的冰扬去变做海水，海洋愈来愈悬的水。就遮个病毒也走出来，即个宇宙万物有搁较侪病毒会来攻击，伫所有的生物，无论是食物还是动物，拢会拄着灾难。所有动物、食物的灾难，拢会落尾来到人的生命的中间，拄着挑战，拄着试验，拄着亲像落网、重担。水火同款的考验，真侪科学家提醒，气候变迁就愈来愈侪灾难会产生。这已经毋是突然间造成的，也毋是干若臭拄坎会拄着。真侪科学家提醒，即款的境地、即款的情形，是将来常常会拄着。每一年拢会出现有可能的挑战，人类的生活、生命会拄着愈来愈侪的艰难。弟兄兄弟，伫遮个所拄着的试验、锻炼中间，人类社会敢有重新反省？敢有重新悔改？敢有重新谦卑？来到上帝的面头前，来到造物主的面头前，来悔改认罪。是安怎？诗人伫个第70个所在，伊讲悖逆的人毋通自高啊！咱毋通袂记住，即个悖逆的人有可能指着全人类，悖逆的人类啊！
假敖的人类啊，为什么恁遮尔啊假敖，制造遮侪粪扫，制造遮尔侪的产品，拢是恁无需要的，拢是过度生产的，包括遮的粮食，过度的粮食生产，无供应伫全世界需要的人群，无甲众人饲甲饱。真侪粮食拢浪费、讨债、倒掉、消费、毁坏，才会过度的生产，拢成做污染的源头，倒转来成做人类真大的威胁。背逆的人毋通自高啊，包括信主的人，亲像以色列百姓。信上帝，也搁背逆上帝，埋怨上帝，离开上帝，背逆的人啊！弟兄兄弟，咱信主的人，咱嘛有可能是背逆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人，咱也有可能亲像彼得相款毋认主啊，咱也有可能亲像犹大共款出卖主啊。咱也有可能相款甲彼得岛所做的决定共款，咱就互耶稣受定十字架。背逆的人啊，敢敢若指无信主的人吗？所有人类犯罪的人、有罪性的人，咱拢共款加入伫背逆的人的群体内底。伫无意中，伫咱无细字。无警醒、无谨慎、无张持的中间，你我就成做背逆的人，敢毋是啊？各位兄弟，咱爱非常的细致。上帝通过诗人提醒的话，毋是拄拄干那对未信者、对异邦异族的人来讲那定。诗人也对以色列百姓来讲，背逆的人啊。诗人也对咱信上帝、信主的人来讲，背逆的人啊，毋通自高，毋通掠准讲你比上帝较贤。咱伫无意中，伫无受警醒、提醒、谨慎的中间，咱就成做背逆的人，离开上帝，做自高的代志。诗人讲到12节结束，咱看到已经有丰丰富富的恩典伫伊的生命的中间。然后13节到第20节进入一段个人感恩的献祭。你看头前拢讲我，第13节开始讲我要用烧祭。进入你的厝，我要对你写我的愿。这个愿就是伫我患难的时，我的嘴唇所讲，我的嘴所下的愿。我要用肥的精鲜的烧祭，甲公羊的香味献互你，搁用公的牛、公的山羊来献。16节，搁一摆邀请，既若敬畏上帝的人，恁拢着听。我要讲起伊为我所行的事。第16节，诗人回顾上帝所带领，伊要献上感谢的祭，然后16节搁一摆做见证，要对世间人做见证。所以讲，既若敬畏上帝的人，恁拢着来听。伊遮无讲一定是以色列百姓，伊讲既若是敬畏上帝的人。简单讲，伫列邦列族、伫外邦中间，嘛是有迄个敬畏上帝的人。伫基督徒以外的遮的人群，也有敬畏上帝的人。伊讲，既若敬畏上帝的人，恁着来听。
来听上帝为我所行的事。16节实在真水，就是做见证上基本的原型啊！这个原型就是咱只是将上帝伫咱的生命所做奇妙的作为来讲出来，来甲人分享，迄就是做见证。咱咧讲的做见证，为主的名做见证，就是将主伫咱身躯顶的作为甲伊讲出来。有真侪兄弟讲，牧师我袂晓做见证，牧师我袂晓传福音。其实你我拢会晓传福音啦，咱拢会通讲出上帝伫咱身躯顶奇妙的作为，上帝伫咱生命中间迄个奇妙的隐藏，伊的圣手所做的工，为你、为你的家庭、为你的家族、为你所徛在教会来讲。上帝所做奇妙的作为，伫你的生命，伫你的中间，安尼敢有困难？安尼做见证敢有困难？安尼传福音敢有困难？无啊！只要有经验的人，咱就会通讲。捌字毋捌字，有读册无读册，咱拢会通用嘴讲咱所经验到上帝奇妙的作为，敢毋是？16节。邀请人，既然敬畏上帝的人，拢会通来听我讲，我来唱互恁听，我来讲互恁听，上帝奇妙的作为伫我的生命，用唱的嘛好，用讲的嘛好，你就是会通自然表达流露你的生命所经验到的上帝，敢毋是？了兄弟，毋通阁找借口讲我袂晓传福音，我袂晓做见证。咱就有喙的人，咱就应该真自然来表达、来讲起。最后，诗人伫17节到第20节讲起伊甲上帝祈祷的经验。伊安尼讲：我捌用我的喙求叫伊。用我的指学了伊做寒，我若心内注重罪恶，主的确无要听。总是上帝实在有听见，已经压落听我祈祷的声。上帝是应该学落的，伊袂捌提示我的祈祷，也袂捌。互伊的阻碍离开我。弟兄姊，这是一段河顶水的结束，河顶水祈祷的经验。简单讲，这个诗人清楚知，伫伊久长甲上帝交陪的经验内底，伊知，如果伊是注重罪恶的人，如果伊的焦点拢放伫犯罪的歹。如果伊是一个袂晓悔改认罪的人，伊知影上帝主的确无要听啦，主上帝的确无要听。简单讲，你的心中充满罪恶，你无愿意悔改认罪，你的祈祷上帝无爱听啦。诗人伫遮所讲的，就拄拄伫回应头前所献的祭。咱知影头前13节到15节献祭做做，遮献的祭物，如果这个诗人若充满罪恶，注重罪恶，所献的祭拢无较绝。简单讲，亲像诗人所讲的，上帝所喜爱的是忧伤痛悔的心灵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上帝的确无要看轻啊。简单讲，敢若注重罪恶，你献祭嘛无效啊！上帝无爱治，上帝无爱治，上帝爱你献上悔改认罪、忧伤痛悔的心。所以诗人讲，如果我犹原心内注重伫罪恶、犯罪无爱认罪，安尼上帝无爱听，
总是诗人感谢上帝。伊讲，总是上帝实在有听见，上帝已经压落听，上帝压落，上帝伫悬悬至悬的所在，伊压落来听，听即个卑微小可诗人祈祷的声。伊讲，上帝是应该学乐的，是安怎爱学乐？因为上帝袂捌提示我的祈祷，上帝袂捌将伊的慈爱来离开我。上帝的慈爱永远伫地，永远甲我三角伫地。这是诗人所体会到上帝慈爱，甲伊三角伫地。也毋望咱经验到甲诗人同款的经验。上帝暗耳孔听咱祈祷的声，上帝无提示咱对伊的祈祷，上帝的慈爱永远甲咱三角伫地，甲你三角伫地，甲你的家族三角伫地，甲你的教会三角伫地。总是前提是咱的心内毋通注重罪恶，咱就爱悔改认罪，来归向上帝，越离开罪恶，越倒转归向上帝。这是诗人伫信仰中间深深体会到真要紧的道理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听我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的话语遐尼啊宝贵，互阮通来学习，通来遵守，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，免得阮来得罪你。主啊，阮着献上感恩的祭。伫即一年偌久的时间，阮经验着即个世界级的传染病 COVID-19 肺炎疫情遍烧伫全世界，侪所在人命死失，几啊千人伫阮的倒手边来累落去，几啊万人伫阮的正手边来倒落去。阮看见真侪人着病，真侪人死失。除了肺炎疫情以外，还佫有大水所造成的水灾，还佫有大火所带来的火灾，也真侪人家园受迫害，性命失丧，真侪家庭破碎，流离失所。主啊，你是慈爱的上帝，你是疼痛人类一切受造物的上帝。恳求你施落你的恩典、怜悯，点伫你所创造的世界，伫所有的受造物的中间，施落你的疼痛、你的拯救，临到伫需要的所在。主啊，听见受造物的哀求，求你听见侪心灵的吐气，求你看见侪人的哀嚎，施落你的拯救，点伫阮的中间。主啊，阮受你拯救的人，阮受你保守的人，阮受你眷顾的人，阮就献上感恩的祭来到你面头前，用阮的嘴来讲起你奇妙的作为，用阮的舌来唱歌学乐感谢你，宣扬你荣光的名，恳求你得到侪人做伙三角来敬拜。愿主你施恩赐福，点伫你的百姓中间，互阮有勇气继续邀请人参与伫敬拜中间。愿主你施恩赐福，甲阮三角伫地，甲即个苦难的世代三角伫地，
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，阿门。